2024年全大运圣火引燃仪式，在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房瑞文、台南市体育局主秘陈崇仪、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等贵宾共同参与仪式。圣火自4月9日起展开3天的传递行程，为这场大专院校级的赛事揭开序幕。特别代表教育部这边要特别感谢台南市政府的，因为今年整个4月，真的是我们台南的运动月。因为紧接着4月19号，我们今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马上在台南市这边就要开始展开了。全中运办完之后，换我们长荣大学这边接起。紧接着我们4月27号，我们今年的大专运动会也马上就要展开。这次全中运跟全大运这样子，大概有带进了2万多个选手进台南市来。刚部长特别提到，在观光方面啊，或者是其他产业加成的部分，我相信其实台南很多市民都有这样的感觉。那有机会可以把2个活动赛会结合在一起做整合行销，其实是市长一开始就指示我们要这样做的哈。在跟学校这部分也是在器材或者相关设备的采购上有做一些整合啦，达到一个加成的效益。为承办这届全大运，长荣大学历经3年的准备与规划，成为校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李永龙校长也特别感谢董事会的支持，以及所有教职员的辛苦付出。特别感谢所有的同仁，我们大家去筹备应该超过3年哦。那这1年是非常感恩大家，因为我看到每一天无时不刻都在努力啊，也希望我们今天从巴克里公园开始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台南市民，就是我们有一个环教中心，那我们礼拜2到礼拜6都有开馆，欢迎大家有空来巴克里公园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刚刚董事长说的160多年前巴克里博士来到台南，那把这个爱留在这里，我们今天要从这里点燃圣火，把爱传出去。3天的圣火传递行程将前往东海大学、台体大、清华大学、台北大学、中央大学、中原大学、成功大学、高雄大学、海军官校、屏东大学等10间学校，象征运动精神持续传递，凝聚全国学子对体育荣耀的共同期待。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